好，基本去拜戏，好先开始已经咯，大家少解嘛，家咧，吼，我基本去个心情动好，因为吼，你今个来宾吼，我看下到，哎呦，嘿个冻酱个酱什么？好，记咧系你推翻好当优秀的国际美容师业界，你昨天讲系总裁董事长邱家娘吼，到底系马上咧，使到来上下机，其实你今个酱什么来宾罗丽芬小姐朋友。客家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羅麗芬。哇！哇！你個用心朋友看到嗎？哈！你個來賓基本上是，即係看起來非常個講你講用客話講是醬奶奶嘅。安之聲。謝謝。不過不過你基本上要強調你個總裁來到節目地圖上，然後你個用心朋友來分享，其實嘅其他一聲音吼。昨天俺醬吼，唔係偶然發生的，其實聲音有很多大餅，都大餅嘅故事。對，我哋你今日看到你個總裁可能會知道講哇，一個看起來很年輕，都很上改，醬什麼咁講，其實已經，因為當時總裁其實很早就出社會走社會。應該是說，出生上帝就給我使命，然後給我做一個記號。然後呢，父親用最美麗的謊言騙我。他說最美麗的女人，上帝才用指印做一個記號。長大帶我去美容。哇！是，所以就一直想要，字典裡面這兩個字是最漂亮的，然後當然也變成是生命中的最重要的一個，應該是說最想要做的一件事。真勁，對對。咁講吼，你個用心朋友可能談一些，什麼是最美麗的記號？嘛個係提這樣嘅記號，可能用心朋友唔知哦。我們的總裁其實一生出來，用下來改時間在你的右臉頰，對，是係頸片蓋面，其實兩片有一張衝共坡走嘅記號，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塊台階。祝生娘娘做的記號啦。對，而且那個時候其實讀那個記號，當時對你影響其實很大。對啊，當然啦，因為從小就會被就是比較特別的看待嘛，就是你的臉上有一塊胎記，當然朋友會笑你啊，同學會笑你啊，羅麗芬你的臉沒洗乾淨啊，然後羅麗芬你臉上有雞大便啊，那個是男同學的口頭禪啊，讓我爸爸一直覺得說，其實那個胎記不重要，那重要的是他要給我一個比較開朗的成長的過程的這種心情，所以每一次他都告訴我說，上帝有一個美麗的玫瑰花園，那花園裡面最美的一朵玫瑰花，通常上帝是找不到的，那他要印一個記號，那朵花才會很容易被看到。所以我就是那一朵玫瑰花。那個時候是有相信爸爸的謊言嗎？有我覺得我就是喝着迷湯，然後主角的這種美麗的謊言長大，後來才知道原來那是假的。真的嗎？因為我父親講得很真實啊，他講的故事，他又說你看你的眼睛很漂亮，你看你的鼻子很漂亮，你看你講話的聲音都比別人好聽，你看老師都要你演講朗讀都讓你去，所以他就會覺得你是特別漂亮的。然後我會覺得而且我小時候父親給我學古典鋼琴，所以你不覺得特別是奇怪的，但是只要講到胎記就覺得難過了。會，但是我的個性跟就是成長過程呢，其實我是受到很多的關愛，很多的照顧，老師也對我特別好，所以你會發現，我講話的咬字呢非常清楚，一般人會不知道我是就是客家人，然後不知道我是閩南莊長大的，不知道他們都總覺得我像個外省人這樣子，對，因為你讀客家這種台嘅聲音，其實佢都冇被講客家話，講客家話嘅世界被一些強調嘛，對，你客家人，對，你客家人，或者說你係福佬人嘛，哈，可是。不管怎麼樣，那個那個衝共坡走幾好多年哈，一個小女生誰沒你不管爸爸用英講，你心中一定還是有難過，對，而且我弟總裁其實是很小的時候，故意都會把頭髮留一邊，就是想要把臉
遮住，对不对？是，而且右脸颊嘛，所以我一般都不允许自己的右边有特别的装饰。哦，就是所有的装饰都在左边，然后拍照啊，或者反正永远一定是侧着左脸，从左边拍，对，不会从右脸拍，对，像我，然后跟朋友讲话就不会像这样子，跟同学讲话，我一定给你看我的左边这样子。可是其实都看，其实都看得到，真的是一种心理的一种自我安慰，对，就像俺每期都俺给左边俺脸好讲，啊，没办法，搞笑，45度。所以可是那时候其实总裁还是因为性共天还是会难过。我说实话，任何一个小女生，其实那时候小朋友其实很精灵的，好，一动聪明，一听地讲啊，只敢免一张黑黑的东西，而且那时候想说，赶紧抗一下，想说把它抠下来。是。所以它就会被越来越严重哦，真的。对，因为它越刺激，它就越来越严重。对，对。可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你只要听大人说什么，你都会去试。然后呢，妈妈用的，你看她出门擦的那个，这现在叫隔离霜，以前叫珍珠膏，就是粉底的意思。你也会偷偷的拿来，上学前就把它涂一涂这样子，让它稍微遮瑕。对，没错。我想，我走在动体肤，应该性侵不是因为。女生总是爱漂亮，俺记得俺幼稚园的时间就天天让俺妹讲，妈，我要穿小洋装。你那时候就知道哦，这样了，何况是脸上有一个东西，其实心理的障碍可以动态耶。对啊，我常说的，外表的这个就是胎记不重要，不可怕，但内心的胎记比较可怕。你讲相亲朋友可能是都更奇怪哦，总裁讲这个面，你知道胎记可是它俩小鱼了吼，哇，像太阳花有冇？是。那个冲共坡走以后俩吼不见了，对，没错。因为后来慢慢长大，几个甲虫美容开始呀，所以因你接触了一个叫做我们弟兄这边有谈过嘛，那种浪统医吼，冷冻医学，对，超低温冷冻医学，就去除了这个胎记。因为我其实就是妈妈的娘家世家是中医世家嘛，那。自己学中医的同时，其实从小到大只有一个目的，去胎记。那知道有这个技术的时候，就觉得毅然而然的，没有任何的想法，往前冲。对，往前冲，而且就走哪里有就可以，机票买了就走，从来没有出过国。甚至到香港不知道要填入境表。你一个人吗？对，我一个人去。对。但是我觉得，上帝给你一个使命的同时，他还给你一些幸运。然后，我在机上就遇到我的学生，因为我其实，在美容行业做得很早，而且教课，以前在资讯局还有补习班都有兼过课。那所以就遇到我的学生。结果他一看到我，他就觉得你怎么会来？因为那时候在香港常往来的人不多，而且那个时候该用心读给商务人士，对，走生意，对，所以我就跟他一起，他就坐在我旁边，然后所有东西帮我写完以后，我就到了香港。当然那边所有的医生都约好了啦，对，只是就是说，对，为了这一件事情会让你有很多的动力，所以我觉得人生的阻力化为动力的时候，是不可限量的一种影响力，跟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让你自己能够成就很多你想要做的事。所以我常说，其实你想要的，你一定要的，更不一样的，就是说你一定要做到的，你一定可以做得到。你想没有用。所以去做就对了。我爱上你下动都会英雄，像从爱是爱上会做的事情，我就动3万打表去做。是，可是有很多东西你还是会觉得有点距离，有点距离，你还是会有一些讲，对，你还是会担心，所以你还是会却步，会停止下来。所以我改用西呢，因为想要就是变成最美丽的这个女孩儿，所以是去到香港去接触冷冻医冷冻医学。那时候我看2本书的时间，看2本书的时间，我看到冷冻医学，然后冲共坡走以后去种培，你用芯片的地方，我其实很惊讶哎，我觉得我有一点孤陋寡闻，用因讲，因为
因为其实我身边有一个亲朋好友，算是远亲，好，感慨亲切。我小时候，他脸上也有一块很明显的胎记，可是一直到他长大都没有去除。对，大部分的人，基本上都说小时候都说不要做，那大概要10几岁以后才可以治疗。那等到10几岁，你的脸已经长大了，你个儿也长大了，胎记跟着长了，所以你要治就更难。所以我很惊讶，而且哇，动降 T 也是黑。我们的总裁已经这么成功，而且这感觉上那2年的事情，不是这1、2年的事情。对对。如果我那个朋友其实，他俩下差不多20几岁，22岁，应该算是很动头上，可是他的胎记一直都没有办法成功去除。所以其实我应该赶快跟他讲，塞掉老基狗，因为他让同意后，黑完用那总裁，要赶快跟他说，让同意后其实是可以成功的去除胎记的。对，因为超低温冷冻它有个好处，就是说它不是一种破坏治疗，它是一种再生疗法啊。然后呢，它不动针不动刀，没有伤口不用药。所以它没有后遗症，然后它可以就是不留痕迹的。你通常所有的医疗手段都会有痕迹，因为它比较侵入式的治疗。对，但是就是要有一点耐心的做这样。它要花点时间。对，花点时间而已。比较多次。对，让皮肤它自己的这个细胞的部分的再生的这个时间点做了可以就 OK 了这样子。那其实冷冻其实超低温冷冻在人类上，或者在就是整个生活上的贡献是很大。比如说你看哈，这个比较冷的寒带地方的人寿命比较长。对，我们所有的食物买回来的肉，你都要冰在冰箱，你一定不会给它用高温的部分。对，是哇，所以其实你个总裁吼，其实从冻谁开始涂小号涂各种吼，以及部美咧自家出杀回去做美容的事业，伊性类色希望讲可以把你脸上你讲冲锋坡做一记后去除，所以根本你才会。这个可以说是愿望达成了，梦想实现了。所以有时候，如果我们你讲到上帝的话，其实这也是上帝给你的任务。对啊，我觉得上天就是关了扇门，一定会开一扇窗。那我觉得窗户跟就是你自己看的镜子，它是两面的。那我觉得它有一些是让你觉得你可以去努力的做好一件事，你也可以非常的负面的去看待一件事。所以我从小到目前为止就是说虽然现在年纪有点资深了，但是就是说，其实我觉得女人还是要。女性朋友还是要正面一点，开心一点，快乐一点。我觉得这样你会比较幸福，那你会心想事成，不管你想做什么。对，所以嘞，你基本就是来吸收这个总裁正面的能量。你性强，你性强，你改用心朋友先聊一下，等下这样子呢，你改节目。